並唔係指啲雀，係指閣下。我醜樣！喂，會搶關送咩事啊？關事，市民見到閣下個樣，仲邊有胃口食，所以我都唔敢望你。醜樣冇罪㗎。有罪。作為一個廚師，應該考慮到食客最細微嘅心理，等於3級片嘅女星都要去隆胸嚟取悅觀眾。你有啲潛質嘅，不過整咗容先講。究竟點先可以煮到個無懈可擊嘅餸出嚟咧？其實煮食之道最緊要係一個字。呢味彩虹鮮花拔絲係我送俾大家嘅甜品。吓，係個心字。